这 AI 科技是长时行，国建院呢是来设置晶片及先进封装研发平台，整合着国内外的研究团队，要来推动台湾晶片跨领域的运用。未来也计划要来开发亲像是无多功能的机器人，也有无人机等等。 对手表啊，感测器闻一个就随知影讲你敢有啉酒，这是国研医新开发的气体感测手表啊。但当我今天超过我们的酒测标准的时候，去呼气的时候，它会显示到红色线条，那同时会显示出一个禁止骑车跟禁止开车的画面。那这个出来就是代表说，我现在是已经超标我们的酒驾的法规了。这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建立的晶片及先进封装研发平台所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平台整合国内外16个研究团队参与，包括台大、清大和阳明高大，希望推动台湾晶片跨领域的运用，甲一寡无共功能的晶片组合做一个新的晶片，开发出感测相关的产品。我们主要是发展一个适用在学研界的一个平台，用小小的晶片，那各种不同功能的小小晶片，然后去透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去把它堆叠成一个完整的功能的模组。国建院表示，这个建立的晶片平台，正是保调台湾半导体创新体系中关键的一块道路。唔但会当支援 HPC 所需要的处理器，也会当整合生医、环境感测、光电的晶片，和台湾的晶片唔但是单一的竞争，是会当行向整合变做新世代的半导体。国建院未来也计划加速 AI 技术商业化，推动无人机、机器人等等，来带动百工百业的升级。记者李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